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邀请什么大事台头先就来报您知。跨南市场今仔日有41个人确诊，指挥中心也讲，去过跨南市场的相关人员暂时唔通拍走，听候政府的通知。德国疫苗委员会正式修改主疫苗的建议，认为 AZ 疫苗配合 mRNA 疫苗会当提升免疫反应。三级警戒到7月14，所有民众开始挡袂掉啊！山坳去防驻分了，观光景点也出现旅客，有立委认为讲中央要有措施。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57个本土病例，也有15个人死亡。其中台北市是上界济县市，有29个本土病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疫情有渐伫咧稳定，也强调讲，华南市场阁有40个病例，无算伫今仔日的病例数内面。国内本土疫情慢慢转好，初期增加57个本土确诊病例。指挥中心表示，各项分布以台北市29例上侪，新北市15例，新竹县4例，桃园市甲嘉南市各3例，台中市2例，新竹市1例。特别注意是台北市确诊病例是5月中以来一天确诊数第一摆超过新北市。市场内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或相关的人员，基本上在筛检的结果虽然有40例嘛，那1例是旧案，那整体这个病例的趋势还是往下那不过昨天在北市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筛检里面，还是发现了很多的个案那这些都还不包含在今天的这个案里面了。另外，也增加15例死亡病例，8个男性，7个女性。年岁是伫40多岁到80多岁，其中1个到院进前死亡个案，1事771例，就是前几天伫西门町倒伫涂骹死亡的爱尔兰籍查甫人，本身有慢性病史，伫死亡了后确诊。这一位的话，他经过我们查询，他本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有在固定就医拿药那他是在6月21号开始，据这个他的朋友表示有自觉喉咙不适的症状那当时其实也有朋友建议他应该要去做快筛，不过他没有同意去做快筛。国内对高保护力的 Novavax 疫苗真高度期待，况且台湾希望透过 COVAX 来提到，但是中正是在谈判当中。Novavax 我们除了在 COVAX 平台上面已经有先预定之外，那也在跟 Novavax 公司也预定要来做一个相关数量的一个谈判。台积电红海等民间企业买疫苗进度，但市长表示，指挥中心秉持一贯态度，就是尽量唔通干扰谈判，顺利才是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跨南市场伫今仔日逼出41个病例，市长关不德和指挥官陈时中在记录去视察跨南市场。指挥中心也讲，目前疫情正在调查当中，也呼吁去过跨南市场的相关人员暂时唔通拍走，听候政府会甲你通知。今仔早起伫现场，立委林聪做接遇关不德的时阵，出去互市场的主治会会长甲伊呛声。化学兵进驻跨南市场来消毒，因为北市府初一启动批发市场的大规模 PCR 检查，有41人确诊，市场车里赶紧封起来，休市3天来消毒。台北市长郭文铁甲疫情指挥官陈时中早起视察防疫执行的情形。陈时中当场来指示，跨南市场设置检查站，车里下晡发布疫情的警示简讯，收到简讯的人若是有症状，要甲卫生单位来联络。下晡5点进前完成确诊者疫情调查，初3完成接触者隔离，并且继续列出风险区域的人员。另外，也请跨南市场相关的人员暂时卖来移动。华南市场相关的活动人员暂勿移动，包含管理单位所属的工作人员、外包人员、承租摊商人员、协助的厂商，那在家里配合等待相关单位的一个联系。并配合相关的疫调、匡列和裁剪。整个台北市批发市场有关的不止华南市场，还有我们隔壁的果菜市场，甚至我们后来把渔产、畜产这些全部都一次因为想说性质相近的，所以到昨天已经达了14000个。
台北市府的数据显示，全案已经检查7410人，其中宽南市场检查将近2800人，有41个阳性；滨江市场检查2658人，阳性有4个；万代市场甲万代国小有7个人确诊。郭文天认为，宽南市场的感染显然是对网架社区来到市场，所以讲制定的计划是先快速检查，再搁注射疫苗，再搁做 PCR 的采检。不过，伫郭文天说明的过程中，确实发生立委林统祖和宽南主题会长呛声的情形。他刚刚讲说这个因为来往的人员复杂，所以筛检这个没有办法，最后还是筛检啊。你现在不是 PCR 还是要筛检？有很多的这些工作，1个月前就可以做的，我来现在才开始去做。我感觉真正是白虎。你自以前到这阵，你有听中正北家区的百姓发言无？有哦，无嘛？无等我来听你。对着宽南的确诊案，郭文天坦白讲，这波市场的采检无正常乌数真多，网架可能需要做更加大规模的检查。同时强调，彻底完成确诊者疫情调查、查查公布这卡列，并且完成亲密接触者的检查。另外，市府也考虑停业时停收租金，已经请这带头业者保存进回收据，演绎后续补偿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宽南市场逼出41个本土病例，指挥中心表示，被告4成个案因的 CT 值拢伫15到20之间，这也代表讲这群人是真够为病给别人的。指挥中心伫按时会传疫情的警示简讯，对像是6月初8到7月初1这段期间伫宽南市场附近的民众，若准有收到这款简讯的民众出现发烧、类似感冒的症状，拢爱赶紧去做体检。闹热市场变甲零零清清，原本送回出入口铁门全部撬落来。宽南市场出现41例确诊，市场休市3天清消，疫调也快马加鞭，赶紧扩大密切接触者。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确诊者当中有12个人CT值比30较大，较无传染力。按过CT值15到20之间的人数更较侪，有16个人，占4成。我们这一群不管他有无症状，事实上有这个传染力比较偏高的一个情形的比例也不算是低啦。为堵这波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要抢紧拼速度，会发布疫情警示简讯。6月初8到7月初1，捌去过北到万板大桥，东到西藏路，南到花翠大桥，西到宽和快速道路。宽南市场周边开发民众，有个初日暗时8点左右会收到简讯，若出现发烧、呼吸道、落瀉这症状，赶紧快先去体检。所以采检速度快，那及时在同一个时间，把可能的染疫的人能够把它发现出来，那进而再就他们这些人员的接触史做好疫调，那试着在第一波把这疫情能够控制到最小。指挥中心甲台北市府真紧伫初二共同成立联合前进指挥所，宽南市场也打出新的管制工具，为7月初7到14，打伤顶人员若无有 PCR 检测证明，袂当入去。为15开始，无7日内 PCR 检测或者是注疫苗证明，也袂当入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伫今仔日有29个本土病例，说一声变作是目前上界严重的县市。那宽南市场当日逼市区也有2间诊所医生来确诊咯，而且这2间诊所的距离无到500公尺，民众也烦恼讲敢会造成社区感染力。另外，卫生局长黄世杰因为好心肝甲附近这2间诊所违法共煮疫苗风波，对6月2日开始请假1个月。面对着正人的质疑，今仔日也取消请假，伫议会顶头表示，讲是市政府的高层建议着爱请假。台北市的本土确诊比例，初二新增加29例，是一波本土疫情爆发以来头一摆超过新北市。毋但宽南市场的互相烧的感染案件真受到关心。大安区甲信义区各有1间诊所，分别有医师确诊，偏偏这2间诊所拢伫同一条大路，隔无到500公尺，互当地民众拢感觉会惊。更离谱的是，医生确诊以后，这些病患到现在完全没有匡列跟隔离，只距离450公尺而已，非常非常近。而且这2个诊所最大的问题是，去就诊的人都是当地的居民比较多。信义区的牙医师诊所的确诊，他的接触者全部都有被居家隔离，尤其是他的病患。现在200多位也都愿意出来筛检，今天跟昨天都已经陆续在筛检，目前没有新的阳性的确诊患者。
疫情互台北市府真无用，疫苗分配是互市府内底的风暴拢逼出来。好心肝诊所逼出特权疫苗争议，专案进入警方调查的阶段。卫生局长黄世杰6月28请假1个月，验过现阶段是防疫的关键时期，请假动机引发质疑。无想到车里伊就销假转来议会质询，当时坦白讲是市府高层建议请假。那是否是谁建议你请假？黄珊珊副市长还有市长室的谢明珠主任。然后可能是回去有跟市长讨论，那礼拜5再下来，他们就意思有点像说市长是同意这样的做法。卫生局底下的同仁，曾经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有一些欲言又止，同仁有请局长离开，同仁才愿意说。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也亲自跟局长说，就是在调查期间，还是避免这些相关的利益冲突。黄珊珊指出，希望调查期间最好利益回避，才袂造成更加大的问题。不过，因为议会审理局处的预算，局长无在位，卫生局的预算员工拢被暂时放在一边。黄世杰赶紧回来，并且坦白讲，疫苗事件起头是交办的，真实地造成困扰。当时也讲希望回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市的交友大楼发生火灾，造成4个人死亡。指挥中心表示讲，这内面一位死者是印尼移工，经过检验是阳性反应。另外讲到迄位往生的消防警员陈志鹏，伊的小妹也质疑讲，现场并无遵照消防警员救灾原则，质疑听书有问题，会提起国家赔偿。消防局的代理局长邱家聪表示，迄当时装备拢是真正常的，敢是人去放火，这件代志是恐惊爱调查。那业者的部分是承认讲，因掠当时迄当时讲这警报会弹，认为是讲有人去试着，才会公布讲这个大客就爱踮伫房内等待。消防队员陈志环伫交友大楼的火灾当中不幸殉职，因小妹出面质疑讲，救援的过程当中无遵守标准流程。最后发现哥哥其实是被单独的留在房间里，为什么没有落实2两1组，同时同进同出进出火场这部分？交涉除了要求调查真相，嘛要提出国赔的申请。因为消防局是表示，迄当阵的装备正常，有关国赔甲导火的原因，敢是有人去放火，目前因是持保留的态度。这是否国赔的部分，那等事后在这个调查再做进一步的说明。我也不知道能跑还是不能跑，怕跑出去又要叫我们罚钱了。另外一个不幸过往的陈先生，是有落着火灾的情形，迄当阵四界转烟，唔知影到底敢会当走出去。还佫有互救出来的李先生，迄当阵嘛伫咧房间内底录伊的遗言。家属质疑讲，旅馆业者讲警报是伫咧测试，才会去牵着撤离的时间。业者嘛承认讲，迄当阵有要求居家检疫的人爱留伫咧房间内底。我们从我们的7、8、9一查没有发生火灾，所以我回来是说这个我心里是想是就是误报啊。业者表示，迄当阵导火的地点伫咧2楼，并毋是防疫旅馆的楼层，而且烦恼居家检疫者会造成防疫的空棚。嘛就是讲火灾的警报是有人无细日去试着，所以要求因先踮伫咧房间内底。也若过身的印尼移工，指挥中心证实是阳性的反应。那这个死亡后，他也有再采过一次 PCR， 那这次是阳性，那 CT 值是29。指挥中心表示，这个看护伫咧6月7日采检确诊。住院了后，解除隔离，带去防疫旅馆，煞拄到交友大楼的火灾。也若交友大楼敢有需要拆除，馆长王惠美表示，会启动专业的稽查，先把无合格的部分先拆掉。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屏东。屏东今仔日是无增加病例，而且Delta变种病毒的群组感染也无增加病例出来。去过放疗病院的人有酷热392个人，目前 PCR 采检拢是阴性的。另外，指挥中心昨有讲，感染的果子龙因翁仔某可能是甲某一位确诊者伫咧病院共一个空间等待要互医生看的时阵，才会染着病。不过放疗病院认为讲，这款的讲法对医护人员无够公平。屏东放疗国小的体检站，早起也是有人咧排队。营养放疗果子龙疑似伫咧放疗病院互画着。放疗的3个体检站，延到初2才结束。官府呼吁6月14至26的期间，要去病院的民众爱紧来体检。因若放疗病院嘛要持续暂停门诊。有比较安心，但是个人防疫还是先做好。我是在这边工作，然后我要跟我的家人跟朋友想说，不要过度担心。访疗的确诊的个案没有增加那全院的工作人员及住院的病人包含外包看护工、住院病人、陪病家属采检，
那6月29号已经全部完成裁剪。指挥中心讲，这波 Delta 变种病毒群组感染的疫情有较长好，因为几间病院医护人员、员工，还有大院甲陪病民众，拢总392个人 PCR 全部是阴性，嘛会伫7天到14天了后，搁采检一届。另外，非病院接触者24个人，敢若一个是阳性，就是确诊的果子龙因牵手。不过前一天检破放疗病院，可能是果子龙因翁仔某去喂到 Delta 变种病毒的所在，所引起反弹。院内有高层认为讲，果子龙的牵手甲秘鲁马孙仔因厝边的阿嬷。登台时间是6月16，不过果子龙因牵手是6月29才发病，时间隔13天。迄天的行踪虽然登台，不过并无直接接触。也若问诊嘛，其他的人拢无症状，规间病院 PCR 的结果嘛拢是阴性。煞认定感染源是伫咧放疗病院，对这个员工真无公平。没有人讲你是感染人，所以我们先把访疗医院的人先来筛检。那而且 CDC 在5天内再筛检，而不是由他自己筛检。我们假设，我们就是不想他是感染源。目前认定说有可能在那个地方感染到，那我们就尊重中央的他们现在疫调的结果。管府表示，无人愿意染病，院内感染更加是大家无愿意看到的，而且嘛无人讲放疗病院就是感染源。也若院内全面普筛，嘛是为了证明病院并不是感染源。病院这边唔免太过紧张，嘛应该爱尊重中央专业的判断。记者综合报道。对今仔日中昼开始会施行加强版本的边境防疫4大规定，包含入境的时阵爱做 PCR 检测，也着爱进行隔离检疫。若准伫咧隔离之中的，也爱做一届快筛，以及隔离要刷进前，阁爱做一届的 PCR 检测。桃园机场透早也顺过一遍路，确保这卡路无问题。真侪旅客也拢真赞同，甚至表示讲早就应该爱做啊。当天如果旅客量、班机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互相去协调。透早桃园机场进行入境路线调整，最后确认落飞机了后路线甲平常时入境模式同款。毋过出海关到入境大厅，都用一进一出的模式到体检站。体检完了后，直接坐防疫车队到检疫地点。为了国人的健康，肯定的。你在中国大陆那边有做入境普筛吗？入境一定普筛，也是 PCR 普筛哈，全部都是。所以你觉得早就该做了是吗？早就该做了，现在做，如果早就该做，台湾就不会这样子了。针对中昼开始入境旅客全面体检，机场公司是正认真。总经理陈照票甲同事做最后检查，敢若是机场公司到动员超过60名人力协助，其他还有疾管署、航警局这人员。入境做 PCR 的筛检哦，那有助于国境的防疫，希望能够建立起一道国门的防线，那确保整个台湾的这个社区安全。那这个防线越紧密，那社区就越安全。桃园机场伫第一航厦甲第二航厦分别设5个采检室，确实当时有较侪航班甲旅客入境，也根据有报名单调整速度，消化搁较侪采检数量。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守护国门是真辛苦的，爱互因加油，也呼吁中央赶紧完成机场人员100%疫苗注射率，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国3级警戒是到7月10日，所有民众开始挡袂牢啊！真侪山屋伫警告过后的拜六礼拜，拢已经封住分了，甚至观光地点也拢出现旅客啊！就立委表示讲，中央政府应该要有对应的措施。观光局表示讲，因所管的环境区拢派人去巡，若准是人伤过济，也用感性来提醒民众。南华山区嘉明湖在疫情3级警戒了后暂停爬山，即阵随着确诊人数下降，袂少山友希望7月12日了后会使小可未解封。台东林管处的嘉明湖，也个向阳2个所在山厝，竟然出现真侪人有约，已经至到7月17、18就休2天，以2级警戒规模开放70个床位，有约拢满啦。目前看来，7月12、13，因为它是非假日，所以申请的人数并不多，都还是在个位数。那之后的假日，大概每一天都有200多人申请。台东林管处强调，一旦3级的警戒无降级，就会开放登山，床位的取消，退回予已经有约的山友。至即阵明明也无解封，各地观光景点确实陆续出现真侪人。有立委指出，民众防疫已经先啊，真侪人想要出来佚佗，不过中央就是无单位来统筹控管，对人流热点的警示无采取任何做法。如果说这个人流的警示我们只是看媒体或者是这个实际的状况那
对没有做好妥善的管制那甚至是横向沟通的联系上有所的误差那没有人去主责的话，我想这个部分都不是大家所乐见的依照那个指挥中心的这个规定或者是我们在连续假期，游客量达到50%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来发送这个细胞简讯。观光局表示，已经在网上公布人流的热点，每天也派人伫重点的景区来巡查，提醒看到，并且适时发放区域型的细胞简讯来提醒。只是3级的警戒也未解除，除了有公部门的提醒，有关防疫，民众也袂使来放松。记者自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中央政府有拨21000多吨的莫德纳疫苗予屏东县，今仔日开始予71岁加72岁，也有原住民61岁加62岁民众来注。不过有真侪民众进前无注 AZ 疫苗，这回率也走来讲，因也要注莫德纳疫苗。现场就出现有登记甲无登记这2种老大人来排队，现场是乱糟糟。县长潘明安也伫面册顶头甲民众会实的。这有老大人排队，却是摕无号码牌。另外一边姚民众为着工作人员，现场是乱糟糟。这是屏东县立体育场的大型疫苗注射站，步旁下面拢是人，完全无法保持社交的距离。71岁以上今天施打，但是之前 AZ 的那些长者没有打的，今天都跑来，所以把今天的现场挤乱了。对不起啦，因为大家都没有按时间来啦，没关系啦，大家有来的就打啦，对不起另外没有打到的，我们会另外安排时间。里长摕着麦克，一直提醒注意的事项，看到人伤济，直接向里面的系室内，也甲民众讲的分流来注射，免烦恼讲注袂到。屏东县得到中央拨21700剂无得疫苗，注射头一天排定71、72岁，也有原住民61岁、62岁老人来注射。不过真侪无想要注 AZ 疫苗的73岁以上的老人来补注，加上原先有疫的人，也烦恼讲注袂到的老人，所有的人全部客到顶，完全无安全距离。速打站爆棚，让接获通知单的民众酒后。再说一次抱歉，发放号码牌作为紧急的应变。中午医疗团队也不休息，加速作业。在机组无得到疫苗引起混乱，县长潘明安伫面册系室内强调，县府会随时来调整。而今仔早起也已经替5500位的老大人来自愿疫苗，后续会甲补助的人改分到7个760组。而甲屏东的混乱比较，过往下晡注射特殊大致上良好。如果是前一天已经真侪人来注过啊，市府也甲补助的老大人的时间改排开，无出现亲像屏东早起排队排真长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15个本土病例，是3级警戒以来上少人数一届。也因为台北市的传染市场伫咧隔壁，而且疫情继续伫咧拖。市长侯友宜表示讲，双北是爱做伙来承担，要甲这个范围掠更较宽，要来进行疫情调查。另外，传染市场是休困3天进行大消毒，肉品的部分会由新北市的家禽合作社来斗支援。新北疫情降温，初二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15例，是3级警戒以来新高纪录。原本属于疫情疫区的沙尘堡甲中和也拢是零确诊。目前统计确诊接触者80人，居家隔离69人，快筛阳性是0。市长侯友宜表示，未只看一天的数字，会继续打拼。跟台北市有关系的，目前我们查出的感染源里面，北农职场有1人，环南市场有2人，这也是上一波所做的影响。新北市社区体检站初一体检5123人，其中有395人讲是甲北农传染接触史，礼拜出现快筛阳性是0。侯友宜有信心控制疫情，只是北农甲传染有13名确诊者来自新北市。侯友宜喊出双北到底面对共同承担，落实新北果菜市场甲新北家禽合作社替体检阴性核测试组疫苗证明才入去。从业人员在批发市场一定要佩戴2罩口罩、面罩。从业人员如果确诊，要全面清消，全体快筛。北农泛滥各爆发疫情，是毋是长期7月12可能的未解封？侯友宜强调，面对疫情，无分台北、新北，中央甲地方爱共心。已经启动疫调，我们不但会扩大匡列、扩大裁剪，更重要的，我们一定把所有的匡列跟裁剪很迅速的来做回报给中央。
也给台北市知道。新北初二开始注莫德纳疫苗，注文的有18180人，17618人注完，注射率96.9%，也佫剩24000剂，而一波信息绑定自援议会已经在研究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伫今仔日有增加2个确诊个案，是住伫北区的美丽电社区的2位民众。因2个人拢伫19王市场伫咧食头路，目前到今是找无感染源。市政府也要求市场要休困3天。北区的美丽电社区和19王社区拢有设快筛站。另外，确诊者因住过避暑北大楼，正也会甲因做快筛。环保局的人员穿规束的装备，伫市场的大位做大消毒。台中东区19王市场传出确诊者的行踪，目前市府嘛设前进指挥所，要做全面的快速体检。菜市场还要消毒2天，还要消毒2天，他还要消毒2天，安尼马上可以做，我们就休息没有办法做了。市府宣布19王市场暂停营业3天，反而甲附近的民众拢爱做快筛。台中市初二公布新增加2例确诊，是住伫北区美丽店社区的1男1女。这2个人拢是伫咧东区的19王市场咧做工课，其中72岁男性，这个个案是重症，目前已经插管，无法度讲话。要呼吸困难，所以就插管了。那同时也做了一个电脑断层，同时慢性阻塞型的肺病的现象，也有肺炎的现象，也有它的一个主动脉剥离的现象哈。目前感染源要当地调查。这2个人拢捌伫咧市场的面档做工课，而且住伫咧北区的美丽店社区。市府赶紧伫咧这2个所在设快筛站，到初二下晡2点为止，拢总共1114个人做体检，目前验到的拢是阴性。也若确诊者捌住过避暑北大楼，嘛会设快筛站。为了安全起见，那也为了宁严勿松，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防范区疫毒的这个防范区呢，传染链的区域呢，要把它拉大。罗秀燕表示，目前个案无其他县市的旅游史，嘛无发现有甲其他高风险的人接触。不过，敢有为着 Delta 病毒的风险，爱等中央做基因定序才会当确定。目前以高规格方式来处理，避免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的主任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出现，加上举办欧洲国家杯卡球赛，致使欧洲的疫情搁再压起来啊。另外，伫美国的部分，因新增加的病例当中，有1/4是去染到 Delta 病毒。北京也派专家去调查疫情。来讲到以色列的部分，疫情同款是无稳定，因为总理也宣布讲，即唔开始要替囡仔注疫苗啊。欧洲疫情反复，世界卫生组织初一表示，这礼拜以来，欧洲新冠肺炎确诊的人数压关10%，结束进前连续10礼拜确诊人数持续减少的表现。世卫欧洲区的主任克鲁格讲，疫情反复的原因包括注疫苗的速度上慢、新的变种病毒出现，还有民众社交活动增加等等。伊特别讲到，当地进行的2020欧洲国家杯卡球赛，可能会加做防疫的空棚。If you decide to travel and gather, assess the risks carefully and do it safely, keeping all life-saving reflexes of masks and self-protections, especially indoor and in crowds. Second, take the jab. Don't think twice, take it, for you and for the others. And third, bring the vaccines to our most vulnerable ones first. 根据 BBC 的报道，去伦敦甲圣彼得堡看比赛，等去除了后染病的民众已经有几百人。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主办欧洲国家杯的城市应该加强监测球迷行踪，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加做欧洲疫情上大威胁。欧洲疾病预防管制中心 ECDC 预估，到8月底，为着 Delta 病毒的人会占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的90%。若是欧洲，美国嘛真拼死防范 Delta 病毒的疫情。最近这7天以来，美国平均一天的确诊人数差不多是12600例，比顶礼拜增加10%。推估目前去为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差不多是25%。北京防疫协调官齐安之初一表示，会派专家小组去疫情的热区对抗病毒。注疫苗表现袂歹的国家以色列，6月30过一天嘛新增加307个确诊，创下最近3个月以来的新高。以色列有85%的成年人至少已经注1档疫苗，然后完整注2档的人口嘛已经超过57%。为着阻挡 Delta 病毒炭烧，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总理班奈特宣布会推动在7月中进前，甲几千个儿童甲青少年注疫苗。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目前即马要注武汉肺炎疫苗，大部分拢是爱注2筒。经过专家小组的评估，德国疫苗委员会正式修改注疫苗建议，认为先注 AZ 疫苗，落尾再来注 mRNA 疫苗，会当提升免疫反应。那讲到伫罗西亚，因是对7月开始开放民众去注第3筒疫苗，要来增加保护力，通好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自英国古丁大学研究了后，各科学证据支持疫苗参与注。德国疫苗委员会指出 ，AZ 疫苗所使用的腺病毒载体甲 mRNA 疫苗结合的时阵，免疫反应明显较好，所以建议第一剂注 AZ 疫苗民众，第二剂应选择辉瑞 BNT 或者是莫德纳，两剂之间至少隔4礼拜，而且无年会限制。Right now, it seems that the 4 vaccines that are approved in the European Union are protective against all strains that are circulating in Europe, including the Delta variant. Delta 变异株伫欧洲继续成团，欧盟药品管理局表示，目前开放的辉瑞 BNT、AZ、莫德纳甲胶生等4种疫苗，完整注2剂了后，产生抗体应中和 Delta 变种病毒。另外，也呼吁疫苗制造商爱严格把关品质，因为进前才传出印度版的 AZ 疫苗使用技术甲原厂的有差，所以无得到欧盟授权使用。俄罗斯病例继续增加，死亡人数创新高。7月初1一天通报增加672件死亡病例。俄罗斯卫生部门宣布，由这个月开始展开新冠疫苗加强计划，替民众对家注射。目前只有国产疫苗应选，也加做全球第一个注第3剂疫苗国家。So about 1 out of 5. Pets will catch the disease from their owners because the most likely transmission is from human to pet. 另外，和荷兰研究分析196个家庭饲的宠物，拢有出现 PCR 确诊加抗体阳性的状况。虽然病毒伫宠物之间未互相传染，发病几率也无悬。不过，研究结果建议确诊者上好唔通甲宠物有相过节接触，则被病毒伫宠物身上产生乒乓效应，回传互人类。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7月初1是英国已经过身的戴安娜王妃60岁生日，因两位后生特别选择了这天，甲因的妈妈同上挂牌，而且这个同上是找真出名的艺术家亲手雕刻的。这是自菲利普亲王葬礼了后，英国的剑桥甲塞克斯公爵两兄弟第一摆共同出现在媒体头前。风声适合两个人有讲有笑，今日肯辛顿宫基地会堂，甲伊妈妈两个阿姐甲小弟艾莎子，然后共同为这个纪念妈妈戴安娜60岁生日的雕像甲布。这雕像原本是为2017年戴安娜王妃过身70周年所打造，设计者雕塑家伊安·兰克布罗德照明。英国甲邦联的杜贝顶悬伊丽莎白女王头像，就是伊设计。迄一天，伊也出席戴安娜雕像甲布活动。佮表示，这作品是伊甲戴安娜的亲戚朋友家属所共同完成的。Perhaps, in the evening when the grounds are shut, they could easily come here for a moment of quiet reflection, and I hope that would give them some sort of comfort or solace. 仪式了后，威廉甲哈利无伫媒体进前发表任何讲话，是透过声明表示，因每一天拢希望妈妈永远甲因做伙，因会记戴安娜的爱、力量甲品格，这特质互伊成做世间善良的力量，互无数的人生活变搁较好。我伦敦海迪公园的肯辛顿宫是戴安娜生前甲两个后生的厝，基地公园是伊上喜欢的所在。为戴安娜的60岁名单纪念，肯辛顿宫自2019年开始做基地公园的翻新，正超过4000丛伊生前上爱花，100丛的勿忘我甲300丛的郁金香。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本地伫咧8月2日要举行的4项公投，中选会今日开会决定要延后到12月18。另外，中选会表示讲，受到疫情的影响，已经向立法院、行政院来提出讲，免当户籍地就当投票草案，若准立法院有通过，就当来施行。原本8月28要举行的法内地海草岛等4项公投，受到疫情的影响，中选会初日下晡开会，决定把时程延后3个半月，12月18举行投票甲开票，而且伫12月24公布结果。中选会定选指挥中心了后，提出包括烦恼人丁群聚可能会互疫情压悬、投票开票的场地直接有困难等的5大因素，所以嘛呼吁应该爱互选务人员会当优先注疫苗。
我们全体的委员一致通过改定投票日为110年的12月18日，把我们的选务人员能够优先来列入施打疫苗的顺序，否则呢，恐怕会引起这个辞退潮。在野党3个党团嘛提出希望伫后礼拜会当召开临时会，民进党团是表示无需要。若国民党团想要提案针对无在籍投票的规定完成相关的修法，中选会表示，无在籍投票伫过去并无做过相关的测试，已经向行政院提出草案，送去立法院了后，若有通过，就会依法来执行。可以做出这个延期的决定呢，我们是予以肯定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准备。不过我们会希望就是说，3阶的海事工程应该是要暂停了。所以我们也要求立法院的临时会。朝野大家共同来讨论这一些能够让我们的选举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完备的方案。国民党表示，公投延后以外，嘛强烈要求行政院应该随站完进口内地，还有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另外，中选会嘛公布立委陈柏惟的罢免案有成立，定伫8月28投票。因若敢嘛得咧延期，会伫发布罢免公告了后，伫委员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 AM 新闻由原台湾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是增加57个本土病例，有15个人死亡。伫台北市有29例，变做是上界侪县市。新北市有15例，新竹县有4例，桃园含嘉南拢是3例，台中市有2例，新竹市有1例。台湾目前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4900例啊。最近，台大病院又搁传出住院的病人去染到武汉肺炎的风波。根据到台大病院企业工会表示，伫咧台大病院东边迄区有真侪间病房，医护人员无分区，唔但爱照顾一般病人，也着爱照顾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向病院反映，病院说是拢无被管理。指挥中心也讲，台大病院每一间病房单位都有一间负压隔离空间，也讲到这款的规划无妥当，台大病院应该爱改善。6月底，台大病院则宣布慢慢取消降载，并且调回伫厝上班的员工。不过，则无过几天，就逼出院内疑似侪名病人住院期间确诊，造成真侪员工被包列在内爱隔离。全知道就是在台大的总院，然后在东不是非专责病房，知道就是可能就是大概个位数，我没有收到有反映说医护人员确诊，因为院方都没有公告。台大病院企业工会即期，台大当址有真侪病房采取南斗阵照顾的做法，医护人员爱同时照顾一般的病人，甲围着的轻症患者，并且强调，即摆疑似侪名的病人院内确诊的单位也南斗阵照顾，对着医护人员甲病人来讲，围着风险拢真悬。而指挥中心也坦白讲，疫情期间对台大这款的做法必须来检讨改善。最早的设计就是每一个病房单位都有一间所谓的负压隔离病室。我们对于这样的疫情期间，其实基本上是不理想的。可是当疫情扩大很大的时候，这种负压隔离病房还是会被拿出来使用。有什么的方式可以让跟主管机关也可以沟通，不要再勉强使用这样的负压病房。而新竹台大分院、成医病院、德东院区加上附设的护理之家，也表示为着新冠肺炎，人数有28个人。新竹台大分院发布声明表示，必须爱包列在内爱隔离的工作人员总计有50多人，即日起实施医疗降载，急诊手术住院者服务暂停。住院的病患只出不进，降载措施至最后一个确诊个案发病日后第21日为止。即摆新竹台大分院德东院区确诊名单内底包含5名住院的病人，甲3名照护员确诊。另外，附设的护理之家更加有20人确诊，包含住伫内底民众11人，长期照护工作人员9个人。记者综合报道。对顶礼拜开始，中央有开放有新的护理人会当大先去做武汉肺炎的预防针，也有民众伫咧抽拄副作用问题。不过，妇产科的医生表示讲，有新的人抵抗力较无较好，但有通啊做就赶紧去做。另外，有囡仔拄出世也未满3个月爸母，伊也希望讲会当先来做保护幼婴啊。中央疫情指挥中心6月2日宣布，有新的护理人列入新冠肺炎预防针第6类的优先注射名单。20日开始，各县市陆续注射，但有民众6月中拄生囝，政府才来宣布失去优先名单的资格。本来有
优先权啊，生了都向就变咱最后一类。爸爸妈妈嘛是爱出门嘛，生儿伫1个月来其实迄风险嘛拢足大的。我是感觉你生了嘛是爱有迄资格来。虽然有家长希望厝内有3个月来幼婴会当直接优先注射名单，但也有民众因为厝内是大烦恼，想要住嘛唔敢去。其实我想要住呢，也毋过阮厝内底是大，因就惊讲会住迄有副作用，就我想会讲副作用真严重，可能会死亡。报道伤恐怖啊！看的人会惊安尼。妇产科医师表示，其实国外有案例证实，有心人若患着新冠肺炎，病毒会传染给胎儿。以色列发生2件，一个25周，一个36周，囡仔好势，但是伊着新冠肺炎，结果囡仔死去。但以色列伊甲这囡仔胎盘去检查，规拢是冠状病毒，所以你注疫苗，伊注了伊的乳汁15天就有抗体。如果说怀孕当中以注了伊的脐带血，就可以测得到迄个抗体。蔡洪波嘛讲，有心人的抵抗力本地就较歹，若得到新冠肺炎，蔡讲参用呼吸器的比例比一般人加2.9倍，带家互病房的几率加3倍，死亡率增加1.7倍。若经过医师评估无问题，建议有心人也是量早去注射。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高雄的基层诊所对今仔日开始开放72岁到74岁老大人会当去注莫德纳疫苗。不过，这128间诊所才分到74罐疫苗，诊所也认为讲安尼数量伤过少。客运车甲轿车陆续甲老大人再来高雄展览馆，遮的老大人拢是75岁以上，还未注意风险的。听到即摆是莫德纳来补助的老大人实在真多，爱排队才会当入去。我不会煮，试验者然后不来。因为身体不是很 OK 啊，然后慢打，现在又刚好莫德纳进来，我们就打莫德纳这样子。想不到老大人补助的意愿这么悬，初一才半工已经注12000多桶，注射的比率99%。初二开始增加72到74岁老大人，因为分流注射站已经无遮侪人。高雄市即摆分配着7万多剂的莫德纳疫苗，其实基层诊所初二嘛开放注射，不过128间诊所才分到74罐，有时爱2间诊所分配1罐，有诊所真失望。卫生所是甲阮讲，你若只有14个，我一定给你1罐啦。有的诊所就直接约45个啦。即摆拜三较规定讲，实际上这1罐。已经约45个，伊就分得啊。我们再来跟医师工会来做协调，假如在他的场所他的这个量能可以再增加，那我们也希望说，那你直接就到诊所去施打。市府表示，欢乐诊所空间无够大，所以目前以大型的注射站为主。王丰玉认为，上大的问题是疫苗收少，希望中央有疫苗，就赶紧分落来地方诊所，嘛会当斗3工协助市民注预防针。记者陈嘉文、罗维做高雄报道。虽然讲变种病毒扰乱一寡国家解除封锁时间，不过全世界经济看起来有伫咧恢复。虽然国内服务观光业受到真大影响，不过制造业的外销订单却是接袂离。就专家表示讲，若准国际上会当甲Delta变种病毒控制好势，制造业的交货期袂拖，整体产业的趋势也会当乐观来看待。台湾3个境界各外国餐饮、观光等等内需市场受到真大的冲击，不过伫咧制造业这部分无受到伤大影响。根据台经院上新的公布，5月份整体制造业景气这部分比4月份减0.82分，来到17.71分，是景气有起来的黄红灯。大部分我们看到电子跟工具机的部分还是在交期的拉长，忧心疫情跟国际的封锁。那其他原物料的部分呢，受到一些金融市场的因素，或是之前价格涨太多，有一些回档，呈现观望。专家表示，国内虽然出现电子厂集体烧坏，不过厂区分流加强防疫，无造成大规模停工，对出口甲生产影响有限。也若以外销为主的纺织业，顶半年因为原物料欠货也起价，交货状况较艰难。不过业者表示，第3季甲第4季拢真乐观。去年10月份吧，订单就开始回笼，接下来欧洲跟美国市场上逐渐在复苏，在解封。所以订单只会增大，
所以今年第3季看起来会比第2季还要好。然而，资讯及通信产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的商业活动订单以及未来6个月展望，虽然在5月份都大跌转为紧缩，为6月份就马上弹升了10个百分点，转为扩张。即阵变种病毒还伫咧各国伫咧传，加上美中关系发展无确定因素，可能影响制造业的表现。后半年疫情敢有法度有效控制，要需要继续关注。记者民警李福凯台北报道。云林县是连续10天拢无出现本土病例，县政府也宣布讲7月初4要第3个东南夜市，要做一个解除封锁示范区域，民众踅夜市的时阵，敢若会当早早袂当牵食。不过，西内镇公所却是真烦恼，希望夜市也是唔通开放。云林县连续10天拢无增加确诊病例，县府伫初1宣布，初4要第3个东南夜市做部分解封，实施骑名制缩小规模，民众踅夜市敢若会当保证袂当哪行哪吃，带条件恢复夜市营业，不过民众的反应拢无共款。那我们也试图想要微解封啊，在这个部分我们在研拟哦。那我们也试图就是尝试希望在夜市微解封啊，但是我们要听取所有乡亲的一个反应了哈。那因为你只要微解封，它其实就会有人潮，那人潮其实它都会有一些防疫的要堪忧的地方。夜市管委会表示，过去每个礼拜拢有400个大头仔伫遮做生意，本地初4要试办部分解封，开放150个单位。不过消息一出来，在地民众拢真反对，目前敢若会当协调大头仔慢车恢复营业。夜市开了，成为破口，我嘛当然夜市嘛承受袂起这种的责任啦。嘛是照中央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中央开放，咱才来做安尼啦。中央都还袂讲要解除的，你即马就要用微解封来安尼，对着因大家拢足危险的。西内镇公所表示，希望县府会当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一指示，但到7月12日，若准解除3级警戒，才来规划带条件开放。目前考虑到疫情，实在无赞成夜市即马就恢复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甲嘉义市昨开始对70岁以上的老大人来注莫德纳疫苗。之前因为 AZ 疫苗不良反应，嘉义市民众真侪人是无爱注。不过即马换做莫德纳疫苗啊，来自预防针的民众有变较侪。接种站外口拢是准备要来注疫苗的民众。嘉义县为7月初1开始，伫18乡镇开设17场大型接种站。县政府表示，这届中央分配予嘉义县31360档的莫德纳疫苗，要来替72岁到74岁是大注射。就年顶摕一份的。年顶摕一份的啊，安尼啊，其他政府就欢喜无？有啊。有啊。又怕老人家会晒太阳太热，还让我们进来就是准备冷气啦、电风扇啦，这都各方面都非常的详尽。嘉义市今仔日嘛开始替70岁以上的市民注疫苗，市政府表示，这届摕到7000多档莫德纳疫苗，第一天都2807人来预约。卫生局讲，虽然3天的预约拢已经满，但是后礼拜还有补新的疫苗，会连面安排接种的计划。在网络上预约上面，可能也是大家集中一个时间，刚开始会有一点堵塞，不过之后还是大致上也还算顺畅，就预约到了。他以前可能在港坪已经有磨练预演过啊，说来家包括圣茂丁医院，还有市政府这边安排的蛮好的。嘉义县市这站是提供莫德纳疫苗，民众来注射意愿确实比进前 AZ 疫苗较悬。嘉义市长黄明辉表示，为了提升群体的防护力，也是希望中央会当赶紧把疫苗分落来。嘉义县长王江宁强调，有注疫苗会降低重症甲死亡的比率，不过时代也是爱挂好喙罨，做好正确的防疫，避免任何感染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全国3级警戒施行到今已经1个月过啊，有一寡民众生活是受到影响。花莲县政府特别启动暖心食堂、号召爱心店家来加入，帮助弱势民众会当度过难关。为帮助受疫情影响、生活困难的民众渡过难关，花莲县府暖心食堂为初日开始发餐券，来领取的民众大部分失业，拢真感谢政府到3天。没有工作，没有子女，所以你现在3餐都有问题。本来就有问题，但是做手术也是要分期也没付。工作方面啊，然后收入、生活上很多种种不方便的地方，都有受到影响。
这涉及伫花莲无领进好纾困方案，也无申请到厝学生参观，或者是申请过食物银行拢用领，一人一摆用领2公分。黄色早餐60块，红色中昼甲暗顿80块。第一波呢，我们是预计要发出4500张，然后呢，我们已经在追加了，已经登录的厂商目前有42家。那还在持续增加中。愿意配合的店头，伫门口打暖心食堂标章，参观免找钱换现金，也免换分酒。做一下爱心，尽一份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一下大家的弱势家庭，一起渡过难关。申请爱心参观地点是13乡镇户政事务所，行动不方便的乡亲应由村里长带领。县府呼吁应有更侪店头加入暖心食堂，县府会另外通知结算。记者综合报道。白色恐怖受难者台大校友陈文成，1981年自美国登来到台湾探亲，束获特务军官约谈了后，死伫咧台大校园内。初三是事件发生40年的纪念日，不过陈文成讲中的故事内容，学生会甲学校确实有无同款的意见。碑文写着纪念一位坚决抵抗国家暴力的勇者李国车，台大校园内陈文成纪念广场开幕，则因为校方对碑文国家暴力这几字有意见，因发用玻璃拢暂时刻字。开幕了后，搁拆除的证据，经过学生会争取，最近碑文总算伫校务会议当中来通过。只不过这届校方又搁否决园区内底说明白仔的文字，理由是受过激进。修政治化。我们这次说明牌也有把就是促转会就是最新的报告就放到说明牌里面，那就是还补上就是一些就是纪念广场设立的由来，然后还有就是当初学生的设计理念等等。学生会讲，校方认为写陈文成才成功的部分就好，莫写受难事件。这种手法根本天地威权思维，无教育意义，会继续甲学校来协商，嘛无排除利用舆论。另外，初三就是陈文成受害40天的纪念日，因为疫情关系，原本的实体活动嘛延期。小型的线上活动，就我们邀请就是大家在陈文成事件纪念广场，然后进行打卡，然后拍照纪念这样。对学生会争取分区说明白的代志，台大表示也是遵照校务会议的表决来执行。另外，促转会初一针对陈文成的白色恐怖受害案件嘛发表声明，讲相关的调查工作搁咧进行，建议检方重新调查。陈文成基金会嘛表示，希望政府负起调查的责任。记者陈雅文、张水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